受到了吗？当你满心欢喜的接受，即将到手却落空的感觉，就是我现在的感觉。提早让你体会一下，还有个准备，因为很快的，你就会陷在这种无尽的痛苦之中。亲爱的米雪，我们回头见。这人怎么这样？臭门多做，还好吗？明雪，你一直站在这里发呆啊？其实我是在等你。什么事？关于主编，你真的把他开除了吗？正常的人事变动而已。那这么问有一点不要脸，但是你主编他，放心，不是因为你。虽然我跟他有很多的矛盾是起源于你，但这次的决定只是针对我跟他。我以前对他承诺过一些事，后来反悔了，我一直对他有愧疚，所以很多事都忍着不出声。但这样子的结果，只是引发更多的烦恼和纠缠而已。在你拒绝我的那个晚上，我想清楚了。如果确定一段关系是不可能的，那就不应该再给对方希望。于公于私，我做了这个决定。不应该再给对方希望吗？是啊，越是感性的事，越需要理性的判断。啊，我要赶快离开这里了。为什么？这样你就来不及彻底的拒绝我。警官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阳明山公园里每个角度的画面，我上次都调给你调查过了。上次我查的是去年的，这次我要查今年1月1号起所有时间、所有角度的画面，帮我调出来。哦，好吧。还好啊，这套系统啊，我都会找给你看。Hello， 你为什么还赖在这边不走呢？外面台风好大哦，赶快回家躲台风不是吗？就是因为台风大，所以走不了啊。喂，你伶牙俐齿对不对？哦，米雪让我来这帮忙，出事也有个照应。别，出什么事？你才出事呢，乌鸦嘴。好了好了，姐，家里的客房可以整理一间出来给小明吗？一直睡在沙发上对身体不好哎。没事，我们史密特啊，每天都睡沙发的，身体啊比谁都好，我没事的。谢谢。小朋友来了。
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找到了史密特2号，洗刷了清白，那之后呢？我会回去。回到2045嘛。嗯。你说2045年跟我们这里会怎么联系呢？会不会有一种异地的感觉啊？一个在2015，一个在2045，无法见面，只能通过脑电波发短信，1年1次做个什么时空穿梭机的，见个面叙旧之类的。不会的，回去了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就算在2045遇见了，你已经快要60岁了。这样啊，真遗憾。虽然我60岁，但我肯定保养得很好，肯定跟现在差不多。但是我还是不想要别人看到我有皱纹的样子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见到我，千万不要认出我。这样我就不用抱着任何希望了。好。喂，找谁？云云啊，请问你哪里找呢？好，你等一下。哎，他说他是阳明山一个民宿的老板娘，你认识他吗？不好意思，你稍等一下哦。喂，你好，我是何雨云。抱歉这个时候打扰你，我是一个小民宿的老板娘。冯展耶诞节那天就住在我们这儿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刚打扫时发现冯展遗落了一样东西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给你的。喂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小明说冯展在阳明山上留了一个东西，云云坚持要在台风天上山，让我们去劝劝何云云。好。哎，小张，我先下班了。哦，好了，路上小心哦。警官，预报说入夜风雨会加大，真的很大。你要不要早点回去？啊，帮我把这个画面调出来。
到我去看。咦，这个人去悬崖下做什么？史密特，你果然和风展的死有关系。